咁蚊姐話行過呢度見到有條河要落去拋兩竿喎，小心啲喎，你咪碌落去喎。哇！炸水啊！耶！大白條。主動，又拿聲，落飛，知道，啊，又係落飛。又係羅飛，一上羅飛，你老闆啊！啊，又係羅飛，全部啲係第一羅飛。邊個一個人？少，回家。俾人哋捉啊！我哋冇辦法啦，或者自己出翻遠嘅啦。好慘！拜拜，拜拜。